来这个三卡都侯友谊的民调一直拢是排同尾的有袂起来。啊，讲初选输予侯友谊的郭台铭，昨到南投去拜会地方的重要人士，今仔日搁到苗栗，甲前后任的县长张东引甲徐耀昌做伙来食斗。讲郭台铭哪像慢慢啊，搁咧活动，要搁来争取选总统。都有独立参选的意愿吗？敢会独立参选？过当也敢若笑笑的无加讲。5日这日刚出现伫苗栗11点，先甲前任甲现任的苗栗县长徐耀昌、张东引等人食饭。机会啦，一个大企业家能够为台湾这个效命啊，我觉得也是个好事啊。我们还是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啦。郭台铭今日一天去南投拜会议长，过两天又到苗栗的德南，甲县长、议长等地方人士互动真好。中昼伫苗栗参加中港朱如江妈祖的游行，敢讲是因为国民党总统被提名人侯友宜支持度无悬伫做准备。另外一方面，民众党的主席郭文铁甲网红做伙跳舞拍红箭，虽然撩撇无准，也过实力都是真明显。另外，针对那赢部分的人士拍什么换侯友宜，听讲民进党伊的炮火转向郭文铁。2016年郭市长任内捌讲，中国一直爱选总统，这个访问各方并出来。民进党政府选举的时候就开始大撒币，然后开始抹黑抹红。柯主席在当时呢，是因为有前面上一个月才举办过这个双城论坛，所以呢，在这个访谈当中，应该是有讨论到了相关的议题。洪社讲有立赢人士表示，对付郭阵营大炮也未搬出来，好亲像嘛是你看侯友宜的表现，随时调整策略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